我唔認得你啦，都會你認唔認得我？認得認得認得。咦，我哋嗰陣時見面係邊年？嗰陣時你唔望我嘅喎，你同佢傾偈。你記得嗰陣時我哋你喺張床度啦，係咪？係。咁就你有你講，我有我講嘅。你然之後我哋眼神好少接觸嘅，但係而家咧你真係令我好驕傲。第一咧台上表演得好有自信啦，技術好好啦。咁你又可以達成你心願係嘛？我記得嗰陣時你講你係中意音樂嘅，感覺點啊？覺得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咯，然後就即係都係第一次嚟紅館表演啦，所以就好興奮開心。大把機會啊，仲有更大嘅舞台啊，好嘛？每一個年輕人都有呢個切片，哎呀，特別感動啊！其實我好感動，你要多謝姚老師，多謝。沒有，好悉心照顧。那勤不勤力啊？肯叻，肯力啊嘛？哎，而家考過8級了。8級啊？嗯，多長時間8級？他5級，然後馬上就8級，3年以內，對不對？3年。辛不辛苦？辛苦，不過都辛苦啊值得。睇下啲手指，哇，真係下咗好多苦功㗎喎，俾晒枕㗎喎，係嘛？但值得係嘛？今日真係好精彩。他說他帶來小小的一段要給我們特首匯報一下。好，點啊？等佢可以俾睇下我嘅作品。哇！精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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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一流。